北迪我上课问呢，我昨天要放假。为什么你有？对，我放他那个。谁啊？多少钱？多少钱？60。还有什么事吗？他脑子有事。没有，我假设在放假，其实我有画这个单元的形式。好，所以上的课都在我头脑里面。不用去看课本，甚至心智图不用。我跟你讲，那个心智图啊，不是说你像笔记一样做完再回头看，而是你做完之后，你就要记到自己头脑里面。冲绳冰的。太平公主。好，不讲。阿伯，这样子，你们也难过。老师，你要说不够。再说。那我们今天要看52。不要紧，我小课哈，你就看黑板的。好，来要不要看课本？随便。重点是你要把黑板上我画的东西，我写的东西记到你头脑里面。好，就这样就好。课本你可以拿着参考，你不带也没关系，我会检查有没有带过。好，就专注在黑板上。再来，第一个光看，这个讲一个东西叫做外应力。我们地球本身分内应力、外应力。内力上，地球内部有一些热对流，所以它有火山爆发，有断层，都是地球内部的热能驱动。这种内应力会造成，会造成地球表面变得更加不平。你看看，爆发一个火山，我要多一座山出来。地震之后，你有看过921大地震，去了地纪念馆吗？我震完你们921之后才出生的吗？921大地震那晚其实我没有醒过来。我只是觉得昨晚睡得特别熟，然后醒来看到那个电视，看到阎罗王，哇！换听一下大来彩旗好像回到那个母体的摇篮里面。昨晚睡得特别舒服，很稳哦。高雄个体啊，911恐怖攻击，你知道？美国那个双子金大楼被那个恐怖分子夹着客机往那双子金大楼撞下去，然后整个楼全部塌下来。后来911恐怖攻击的隔天，正好3年级毕业旅行。我刚好中华捆，想要明天毕业旅行嘛，要跟3年级的出去嘛，所以应该车上睡觉啊。因为没有睡着，要忍受你们的歌声。结果我在那边看我看到那个说，这部电影好看大制作我怎么不知道这部电影？然后我换不同的，怎么每台都在播一样的电影？这个不是，这是新闻台这是新闻台我告诉你，那个比电影还要没有电影拍过那么大制作啦。那个客机就往那个摩天大楼中间拦腰撞下去，放几十秒之后，啪，整栋那个百层的大楼就这样全塌下去，然后整个烟尘起来。隔天同学问说：“老师，地理会不会？”我说：“不会啊，比我们半个地球。921大地震之后
镇压那个地方，学校的操场变成500障碍场。可以操场断层起来哦，被一堵高墙在那边哦，比你的身高还高哦。你又要跑过去，你要这样跳上去攀上去哦，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军中500障碍场就是这样。满满的是。军校路有一条巷，那个欢乐17广场啊，旁边的巷子，你有机会啊？你有刚刚一条巷啊，做皮管，突然间管起来，有没有印象啊？军校路啊，军校路旁边不是有一个大楼，有一个停车场，就麦当劳那边，那条巷子哦，你骑过去，你也是觉得忽然看到一堵墙哦。然后那个巷子忽然上坡很陡，我告诉你，那个就是断层，那个地方才是发生断层。我们有一条断层，就是从右昌国小的校园这样拦腰过的这个切过去，还有我们最大的就是人武断层。后来这个断层我们之后会讲到，外溢体哦，那是外溢。内因力，我们今天要讲是外因力。外因力是什么？地球表面空气、水这些力量，这些力量是把我们地球表面磨平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这个外因力。来这我画面没有？那会写太极图，太极图它好那样。想要认为太极是阴阳一动一静，一动一静。这边是静的部分，静的部分是什么？来，第一个阴力，叫做风化。到这边，加这些录进去。动的部分有3个，这里讲4个阴力哦。可是我们应该一切为2，不是两配对哦。风化单独出来。好，看你吗？同学，你哪叫罗伊？这忙不忙？没有话单独写，还是用给他？都会了吗？这个很明显。你如果跟我讲说你都会，那你要看别的时候都 OK， 这样可以吗？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你听啊。你若讲我讲的拢会晓嘛 ？OK， 你咧图书馆我嘛准你，不过我先考。不要回家。好，这样可以吗？动的部分3个。而且它是一贯作业哦，侵蚀、搬运、沉积，这3个是动的，这个是静的。这是很符合我们阴阳的道理，一动一静嘛。太极生两仪嘛。咖喱有刚的一个剑法。回来。风化是啥？风化没有动，你要有这个印象。风化没有动，风化就是岩石原地从大石头变小石头，从小石头变细沙，熊回来变热沙。风化作用的最终产物是什么？污染。污染，所以你要知道，从一颗石头变成土壤，爱保护，对，想和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你自己想就好。一颗硬邦邦的石头一直碎掉，中的、小的变沙子，然后在最后变成极细的土壤，很久，对不对？可是，一场大雨来。
是把这些表面土壤全部冲进海里，一夕之间。所以想要讲水土保持做重要，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土壤的化育非常久，可是它要冲掉一场雨就够了，一晚就够了。冲掉之后又露出什么？石头啊！你要重来一次啊，再从石头变土壤，这流程你急不得的，你要好久，所以这就是风化。也就是说，它是原地分解，它都没有移动，风化都没有移动。好，它这个是会动的，这是它们两边最大的差别。来，它风化，咱先来讲这个风化。咱用无共线，对。第一个，物理风化。来，好解。物理再来就是什么 ？Physical chemistry。理化，土地化学啊。你们学理化不是也学过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吗？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啊？有人回答很滑稽，我教你怎么回答。他说化学变化就不是物理变化，叫化学变化。哎，那物理变化是什么？不是化学变化，是物理变化。听起来好像回答了，但是什么都没回答到。回答真的讲，回答出来吗？所有礼貌都学完。什么叫物理变化？有改变性质。你今天都开始跟讲这个时候，他讲的是本质发生变化，叫做什么？化学变化，对不对？本质没有改变到物理变化嘛？譬如说融化、生态变化嘛，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这是因为你们在讲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的时候是2上，可是你2下学完，你的回答不应该是这样。你2下上完，你上完原子分子之后，分子变，叫化学变化。分子没有改变，生态变化会变分子。分子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哦，所以分子改变了，那个叫本质变化。可是因为你2上在讲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的时候，你还没有谈到分子啊，你不能用这种解释啊。可是你到2下完，你要说分子发生变化了，叫做化学变化。分子没有发生变化，叫做物理变化。这个也一样，你风化完，它的分子没有改变，就只是大石头碎成小石头，这有没有改变？有嘛？所以这就是物理风化。如果它分子发生改变，那就属于化学风化。那我们看有哪些因素会造成物理风化？阳光，阳光造成什么物理风化？杰米刚热让你说是别方。原子一直属于太阳照，然后又热又冷，又热又冷，石头会不会碎掉？会吗？这是物理风化的一种。2来，再来，还有什么？生物。来，课本举的例子是什么？树根。
树根往石头缝里面钻进去，是会把石头崩裂掉。这算不算风化？算哈。其实我觉得最厉害的生物是什么？当然是人啊！人在一座山里面埋了炸药，让你嘣，这风化作用的力量强不强？有没有生物能跟人造成的风化作用比较？人在开山造路做的风化，那是一流的。人嘛，以生物为一种。来，第三种是啥？水。水怎么物理风化？变冰。小段结冰。来，会。有些地方晚上零下，白天0度以上，所以这些地方晚上石头缝会积水，白天水又融掉。来，石头缝积水结冰，那个冰的体积会怎么样？水结冰，冰体积会膨胀，对不对？哦。水结冰，冰体积会膨胀。好，这其实是水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因为大部分的物质从液态变成固态，体积都是缩小。为什么会这样？我问你，体积关系什么？原子或分子的堆叠紧密程度，对不对？固体比较密还是液体比较密？理论上应该固体比较密，所以固体的体积会缩小，密度会变大。可是水很特别哦，水从液体变成固体的时候，它反而是堆积的变空了，这也是为什么水结冰，它的体积会膨胀。这个原因，国中阶段还不会解释的，高中话也会解释。水有一种键会架空。来，总之现状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它结冰的体积膨胀，它是会把裂缝撑大。一把裂缝撑大了，就连堆水水落去，它装更多的水。晚上要结冰，裂缝又撑大，就这样日复一日，那个缝是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这颗石头就怎么样了？裂开啊，裂开了，这就物理风化。来看，化学也有一个是水，这个水啊，接两种。什么样的水？酸性。酸性。因为伊卖收起来，我讲过啦，你哪？我可以接受你们报。老师，但是你事先要跟我讲，这是尊重态度，我们互相尊重，我们上课互相尊重，所以你事先来跟我讲，老师，你的课我没听，我都没讲啊，我成绩到时候考给你看 ，OK， 你看嘛，可不了。咱互相嘛哈，咱互相，不过你要事先申请，这样同意吗？我很 OK 啦，你若讲我讲的，你拢会当
你没容易的时间啊，嘿，对不？人生有限，你去念你不会的东西，好，我接受申请，好，我接受你事先，你跟我保证多少次，这是立刻，好，没问题，我成绩考给你看，但是我上课我要看字，好，事先讲一下，啊，麻烦姐，你哪都事先申请，那你其他东西就麻烦你收起来。好，二来，石黑联动，马回合，中午石笋，石柱，怎么来的？酸性的水把石头溶紧，溶出去，再还原，又到充满二氧化碳的洞穴里面，它又还原。就产生碳酸钙，而被这种主动，这算物理还是化学？是化学嘛？对不对？因为碳酸把它的分子改变，啊，这是化学。来个几种化学，上面这些呢？空气，其实空气中的氧，啊，空气中的氧化，石头会生銫，石头会生锈，为什么？那当然了，石头里面含了铁啊，所以石头会生锈啊。石头生锈之后，它就变什么颜色？红色，变成红色的腐烂。好，那答案，您到3年哦，你会做一个实验叫做水的电极。我记得哈，我是第2年来国商的。他第1年的国商还没有国2，只有国1，所以我那时候国2，我来国商的时候正好第1年升国2，那时候水的电解的实验是在国2一开始哦，我那很久了，国商那时候85年创校，86年国商第1届，我们开始做水的电解的实验，我有一个感慨，我做完实验，我跟同学讲，我觉得国商的实验器材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好。同学一定往中歪反串啊，太好为什么会是缺点？我来讲讲那是缺点嘛。水电解实验你要拿起来拿着，水可以电解成什么？水电解要拿2根试管，里面装满水，下面装一个水槽，这边用碳棒，然后用鳄鱼线接出来。然后接电池正负极，水里面滴一些氢氧化钠跟硫酸作为通电用，一通电之后，嘣嘣嘣，它就开始冒气泡。这是正极，这是负极。正极产生什么？它没打进这个，因为3年级电化学你们还没有学到。来，我先跟你讲，我讲完之后你就记起来了。负极产生氢，正极产生氧。怎么记呢？负氢正氧，负氢正氧。你回去碎念负氢正氧，你老爸听到会不会心中一惊？我儿子知道我的心事，他知道负氢正氧到底是香港脚在氧还是7年之痒？不知道。负氢正氧，哎，你看不？负氢正氧啊，负氢正氧，负极产生氢，正极产生氧。我还没来国商之前，我在立德。我立德上实验之后，我上实验课之前，我要花
1、2节课的时间，我要到实验室翻箱倒柜去找齐6组的器材哦，而且没有专人管理哦。找得齐还好，最怕是啊，花了2节课的时间，到快要上课了，还是找不齐。我一搞就是安尼，找无啥了来，找无这2支碳棒。找无这2支碳棒，后一个同学来做实验啊！你总不能说同学回去了，老师找不到碳棒。碳棒要干嘛用？碳棒要做什么用？导电，对不对？你们学过嘛？石墨是唯一会导电的非金属嘛？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石墨是会导电，唯一会导电的非金属。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金属都会怎样？导电啊！所以你要导电，你找不到碳棒怎么办？找金属啊，任何金属都会当啊。啊，找问题找上面金属，我看到在地上，回纹针，是那种很大只、很粗那种回纹针，我正好一盒哦，换，这不就是金属吗？沙啦。几周不能低，我还把它扳直哦，把那个回纹针扳直哦。下一节同学来了，同学来6组到，各位同学，我们这节开始做水的电解实验。来，你们都照课本的实验器材装设好，桌上都跟课本一样，但是你会看到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特别升级啊，我们不用黑噜噜的碳棒，我们今天升级成亮晶晶的金属棒。老师不惜成本，毕竟吹无啦哈，吹无啦哈，啊好然啊，我们不惜成本给你们升级，大家很高兴，亮晶晶嘛，碳棒黑噜噜，手还会弄脏。金细细对折，有没有气泡出来？有啊。你跟我来讲，过了3分钟，动作最快那一组开始鬼叫。他说：“你是快点跪啊你！怎样快点跪？”他说：“老师，我们的试管里面长出海藻来了。”不是他们哦，接下来每一组都一样，只有一根。这一组的试管里长出海藻。因为我准备好器材，照道来说，老师要做实验，老师自己要先做一次。不过我没有时间了，我弄好这个器材，他们已经要来了啊，所以他们弄出海藻来，会很惊讶。可是当老师不能这样子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有海藻？”你不能说：“为什么有海藻？”那同学更惊慌了啊！完了要爆炸了！老师要怎么应对啊？为什么有海藻呢？同学，你想想看。其实我也在想，结果我也和我说，来，老师考你们，为什么海藻呢？你们想想看。我在讲话的同时，我自己就在想。那当老师是这样，我看到海藻，我很惊讶，可是我一想，我就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其实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只有这一边有海藻？这边是氧气哦，回纹针是什么材质啊？是铁，对不对？铁加氧为什么？氧化铁啊！铁锈被冲进水里面，是不是会像海藻那样绿绿的？可
可是你一瞬间，你从来没看到一瞬间亮晶晶的回纹针在2、3分钟立刻生锈，而且那个铁锈就被水冲出来，所以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跟国昌来讲说你们实验器材太好？因为在国昌的实验器材是这样，不用你找这些，它就一块板子，把这所有石墨、试管什么都钉上去。不然，我告诉你，这个实验多难做，你知道这个实验难做的地方在于，你要把试管装满水，然后倒立进水槽，然后一压着一倒立下去，就有一个气泡跑进去，你要重来一次。可是国昌的实验器材不用，它就从上面直接加进去，加到满都不会有气泡。然后还有开关电池盒，直接电池压进去，开关一开，啵啵啵啵冒出来，然后实验完毕，跟课本一模一样。你绝对不会看到孩子，所以这给我讲国昌你们的实验器材有这个缺点，就是太好的原因。按不好来讲啊，我来讲，等我再过一阵子，我再做同样的实验，没有拍照。我同样拿回纹针做实验，没有拍照。你现在去做也不会有拍照。为什么你知道吗？没吃掉。现在生产的回纹针表面防锈处理技术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没生啊，所以你去买一折无啊，没有拍照了。但是它表面那个有电镀或什么去处理的，所以还无讲啊。即摆会生会啥样来？夹那个的鳄鱼夹，你实验室看夹到每一个鳄鱼头都爱规个生，那是那个鳄鱼夹的头，没有像回针一样做那种防锈处理，所以它泡进去它就生锈。好，鳄鱼头那个鳄鱼夹的头会生锈。来看一下。实验你加触鼻啦，实验取悦的地方就在发现这种很意外的东西。来，这四个，这四个咱把分4种，4种盈利，也就是侵蚀搬运成绩。我们用，应该说不是4种盈利啊，4种。影响它的因素，来哪4种？第一，流水，对，咱讲的河流啦。第2个，风。第3个，冰川。第4个，海浪。这个我那一张上面写的。好，我那一张上面有个图表，这4种，啊，这4种内底吼，咱甲侵蚀、搬运、沉积，这是一个过程啊。你东西要先侵蚀下来，然后你才有东西可以把它搬走。搬一搬不想搬了，其实不是不想搬啊，搬不动了。搬不动，如果流水就流速减慢了，它就怎么样？放下，把它放下，这就是沉积。好，再来解解看哦，咱解解看。然后看没？这牛顿的地心引力太强了，是不是？对不对？呛声。可以看，咱们做菜呢。我每天白天睡到都没哪做咱们做菜，我今天做菜啊，我一早吼，
家里禁止我们看小说，还不是那种是世界名著的小说，连看那个世界名著的小说禁止哦，说你要看课本，你们可以看小说，哪像你们现在鼓励阅读，所以我们晚上看小说，等家里人睡觉，还不敢开灯哦，就拿着那个小说《封神演义》还是什么。我还记得我用零用钱买一本那个小学的时候买，不然我小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我用条例切掉，拿到书局那边一站就站着看，那时候书局也没有椅子给你坐，就这样站着一直看一直看到要吃饭了，然后回家，因为那个书不能带回去可能被骂。我带。然后我存了零用钱哦，我还记得去买一本《爱丽丝梦游仙境》。就我买回来不敢给家里知道哦，我进家门的时候，我是把那本书藏在我的衣服里面，夹带回家哦，走私哦，我连那个世界名著要走私，然后晚上哦，趁家里人睡觉哦，自己拿着，他不敢开房间的大灯，跑去那个走廊灯，那个都不关的，在底下看《封神演义》所以看个背景。给人爱好。第一，上课好有精神，上课有精神。第二，我告诉你一件事，睡眠是健康维持健康最重要的。运动跟吃的东西都很重要，但是都比不上睡觉睡得好。睡觉，也就是说你没有睡好，那是影响你健康最严重的。健康。睡觉是一种身体在自己治疗自己的过程。你说我身体又没受伤，怎么会要治疗？我来讲，你吃一些会发炎的东西，比如说含糖的东西下去，你身体里面都会起发炎反应。这些发炎反应都要靠你睡觉的时候去自己体内去治愈它。譬如讲，你弄皮啊，是啥也无感，你自己的内脏、自己的血管都会因为你吃了含糖、吃了油炸的东西起发炎反应。哪一张？所以爱困龙巴，爱困龙巴啊！你个算上课无听到，你自己的身体最重要。真的啦，人生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但是你们年轻不会改。好，来全部讲解，咱全部讲解，细节来讲。流水，我看本来有时间讲流水，流水挺重要。侵蚀会形成 V 型，最典型的泰鲁格峡流水从德埃以前。它告诫了这里上游这里上游，若中下游，伊的搬运就是大石头冲下来的，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棱角都被滚去所以呢，它会形成鹅卵石。哪里要出海口嘞？一个形成三角洲，所以那些大河口有那种三角洲嘛，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黑的是河流沉积物造成的。把它画一张风瓦这个风瓦这样，风的侵蚀会形成风凝石、风冷石或风磨石。然后风的搬运跟沉积，这边搬运沉积没有分那么清楚，差不多啦沙丘，从沙漠一个沙丘，